那讲到8月初8拜四就是父亲节，但市府甲农业部合作推广买花蚵来做父亲节代表花，其中有花季甲台语话音的趣味，来上花季所讲的这火鹤花，祝天下间的爸爸甲所有家庭拢和好，拢和好。 父亲节特别高啊，和母亲节知影要送真量的花无同。父亲节要送什么花，互真侪民众是真伤脑筋。农业部和台南市共同推广买花蚵，希望用红色的买花蚵，互所有的台湾阿爸会当感受到满满的热情。它取其它的谐音叫火鹤，也就是我们台湾话的火鹤，希望大家都和鹤。教师节也可以用，希望老师和鹤。那希望所有的好朋友，情人节也可以和鹤。火鹤嘛，红嘛。 哦，伊就是表示热情，哦，表示祝福，表示关怀，然后上来，互咱这个上介高的敬意来献予咱上爱的人。台湾的买花蚵去年产值有2亿外，其中台南的产量是占上济，有全台湾6成的产量才多。买花蚵除了红色以外，伫民间嘛研发出真侪种的色水，差不多有9种以上，真侪国内外的民众拢真介意。伫日本的占比，就是有10类的火鹤内底有9类是咱台湾去的。目前以火鹤花来讲，咱的七彩5色内底，逐项拢有，除了蓝色的无以外，什么色地拢有。前2档开始流行的是奶茶色、大地色，所以迄支即卖是全世界拢咧流行的。协会理事表示，买花蚵观赏的价格真悬，一年送贵拢会当种。除了会当做礼盒送人，表示祝福，插伫花间内底也可以当维持2礼拜以上。而且嘛，因为伊的色水真侪种，这嘛是色台本地一个真好的选择。记者林小凯台北报道。